大家好，應該大家好多人都察得到，有三支救援隊，三支救援隊救人嗰時，俾通報批評，你哋應該察到啦嚇。我卡斯特羅個人我就係好反感，如果救援成為某一種人嘅壟斷，呢個社會係好唔健康嘅。救援唔應該成為體制嘅公分公具。嚟得小心浪玩啲朋友，你哋喺山上邊見到任何人需要幫助，應該係互助。上個星期東莞有個老友領隊，網名係藍天嘅，佢就喺幫咗一個受傷嘅爆炸。呢樣嘢係必須嘅，我哋每一個人能夠喺山上邊互相幫助，個山先得安全。能夠喺山上邊咁樣嘅朋友落到嚟，我哋卡斯特羅都獎勵，真係我請你食飯我都好開心，亦鍾意教呢啲咁嘅朋友。點解我哋要將救援變成一種專利咁樣咧？係咪先？咁樣嘅社會好唔健康，不利於一種個個都爭做公益咁嘅心態，社會係唔健康嘅。至於你哋認為係點樣先至啱你哋嘅事咧？喺呢度互相幫助係必須。你哋幫得到人，我開心，我請你食飯冇問題。希望每一個人嚟得到小心浪玩，佢嘅心舒服，佢知道呢度係會有互相幫助嘅氣氛喺度，咁樣我哋就該配合就好好做㗎啦。啱啱掛呢啲搜救編號開始嗰段時間，真係好多電話嚟，一日少則3個，多嘅時真5個電話。哇！我聽電話聽到怕，因為係有心理壓力嘅，我唔知電話打過嚟嗰邊就到底咩情況。好在有好多都係唔蕩失路咁啫，咁都可以通過呢啲編號，我發一張圖俾佢，教佢行邊個編號，加上有路上面有呢編號，佢哋絕大多數都係順利落山，就唔出現嗰個嚴重事情。我哋喺個群入邊講話遇到咁大個嗰個求助嘅電話，呢度有話叫我哋同嗰啲組織合作去救人，我唔鍾意。我覺得我哋卡斯特羅只要完善咗，只要我哋繼續去完善成條環線，通過遊客自己互助，我哋可以處理好呢度嘅安全嘅。事實從1月6號我哋開始掛牌，係開始嗰陣時啱啱有牌嗰陣時有啲亂啫，然之後逐步我哋再掛埋呢啲地圖、呢啲路線嗰啲行嘅編號嘅指引，嗰啲需要求助嘅電話已經係越嚟越少。我呢個1個月已經係冇乜人再需要俾電話我條路點行咁啦。如果現在電話響咧，真係山上邊肯定係有好嚴重嘅事情先電話響。真係希望個電話唔使響啦，電話一響我就驚啦，真係驚。一開始嘅時咧不堪重負，日日咁多電話嚟，但係一過咗一段時間之後，我哋完善咗，就唔需要話太多工作量喺救援上邊，要能夠做到自救，每個人喺山上邊都能夠解決晒呢啲問題嘅情況下，冇需要揾咩組織嚟協助上山救援啦。消防員就應該都閒到不得了噶啦。以前嚟飛沙1個星期最少有2次消防員嚟山上邊揾人，而且唔知個人喺邊度嘅。我哋有咗編號，佢喺咩編號好容易揾。
而且我一加咗地圖，佢自己喺地圖嗰度行翻出嚟。所以咧，我哋係要做落去。救援嗰啲冇晒工作做，佢嚟到呢度，自己睇圖睇編號，自己慢慢行翻晒出嚟。如果你話我開始嗰時有啲老友就話叫我同嗰啲合作，我話唔可以，我哋係唔可以留到任何後門俾啲消防嗰啲，唔係俾啲嗰啲救援嗰啲類人嘅喺入邊揾食。如果有人通過呢啲救援揾食嘅話，就好容易有害人嘅現象出現，知道嘛？唔俾佢有害人嘅現象出現，只能係我哋用一個系統，我哋一個安全系統導致晒佢哋，等救援嘅人都唔需要上山，冇得喺呢度揾食嘅情況下，呢個地區就安全。呢個係我哋個最基本嘅思路。嗰個山上邊到現在嚟講咧，就係老友自救就得噶啦，自己睇圖，自己睇編號，自己睇嗰個編號，睇地圖就係行，已經全部解決晒噶啦。咁一開始嗰啲話需要救援，需要乜嘢嗰啲真係唔需要。而家就嗰啲唔安全嘅地方，我哋提警示或者增加安全性。咁所有人嚟小三浪玩，你哋都可以好安心，安心先多人嚟啊嘛。成日出事點有人嚟啊？就係因為消防現在都唔需要嚟啦。以前一個星期2次，最少2次嘅，多嘅甚至1、2、3、4、5都嚟。咁現在唔使嚟，唔使嚟，同國家慳翻幾多？國家真係唔需要為我哋呢個地區投入好多呢啲社會資源去做，幾好。咁樣先至係一個戶外俱樂部最掂水、最威水嘅貢獻。成個中國有幾個俱樂部係咁做啊？我估計係我哋卡斯特羅將呢一套咁嘅系統落到實處，喺成個環境入邊都係安全，做到佢咁樣。